最枵的啦。啊，毋是讲今仔日要试食个客家过年的料理，啊是要煮个当时啦。我跟你讲，我今日有请探险队哦，要来甲你小静斗相共。探险队，请你来。他甲妹妹倒嘞，倒嘞哦！来喽来喽！各位哦，来，菜来啊！哦，菜炒赞哦赞哦！来哦！哦，够香的啦！只是哦，嘛是爱先介绍，咱先熟悉一个好啊。是，好，咱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阮是好舞好客队。哦，自我介绍你是。大家好，我是依辉。大家好，我是辉武。大家好，我是舞动。大家好，我是子文。阮今日来探险队啊，拢是哦客家妹妹，啊，所以因炸的这料理哦，拢是足有特色的。我毋是客家乡亲啊，食的菜我敢食的惯是。我就胖个紧的，这的菜拢足芳足好食，而且你这个人毋是哦，足愿意咧挑战的，你应该好好去食看卖，迄客家菜拢足好食的啦。好啦，无咱来试食看卖，多先食这。食看卖哦。干滴。蛋姐好。是袂歹食啊，毋过啊那淡薄仔苦啊，这是啥物菜？灯泥菜，食了会灯会收。我等我烧啦！烧。你做水啊，啊，一直甲伊吞落去安尼。食饱哩，哦，拢有代表的意思就对啊。好食我看卖。啊，这盘咧，这盘甲炒真侪料，这盘是啥啊？客家小炒是用白白的猪肉、鱿鱼、豆干、芹菜做花菜的，代表客人勤俭的精神。哦，轻欠的精神。客人勤俭的精神啊，健胖的感觉。这出是啥物？红吧，客家的传统美食，表示有福气。好。代表好气啊，大家拢好气啊。好食。够好食。干姐，啊，这看起来那亲像鸡卵糕，目睭像过年时啊，咱会食迄粿无？猪粿，伊的猪粿是团圆的意思。有解无？好食呢。哦，想袂到，客家乡亲的菜遮好食。是啊。我想要甲你问一下哦，啊，亲像恁过年时啊，敢搁会做啥物活动？客家乡亲啊？伫每年的正月半，也就是正月15元宵节迄天，因为厝内生后生，天顶嘛是为着答谢土地公，互厝里天顶赐福，会做红菇粿，就是天顶粿，去庙里拜拜，搁会比赛看啥人做会较大地，就会当摕奖金。哇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多谢恁的介绍呢。村长啊，其实哦，这哦客家妹妹因拄则讲的这过年的活动，甲咱嘛是共款的，因为大家哦拢生活伫咧这片土地顶面，啊互相影响，啊互相尊重。你拄则一直讲哦，这客家料理你唔敢食，啊毋过你即摆食到真欢喜呢。足好食的呢，真正好食啦。安尼这样大家拢欢喜，所来是毋是会当摕宝藏？啊，毋过吼，因是客家乡亲啊，我惊因台语敢有遐厉害，我倒来提宝藏。阮台语嘛是真厉害啊！啊，无安尼啦，恁敢通啊用台语甲客语对照，啊，讲出新年的祝福。那安尼就代表讲，恁客语甲台语拢真厉害，就通啊来提宝藏，敢会用诶？会用。会用诶，好，来试看觅，请开始。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！健康18年，健康吃百年，好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哇，恭喜发财！大吉！好，今仔日着恁来提宝藏，就看觅恁这实力有够，有法度摕到宝藏无？来哦，准备接招，音乐家。叫阮的名，即管是新鱼仔的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得甲我平较红呢。哇，出来恁个胖胖吼，油对胖啊，够好的啦。希望搁通啊来几啊盘吼。对吼，好啦，甲恁讲啦，今仔日的主题是啥？就是客家文化。对恁来讲应该是介绍。啊，只是讲安怎来摕到大片？咱4地有7块大片，8地就有2块大片。
啊，恁头壳顶什么字？大声个念出来。台客高流。好，来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来，准备来第一位， K。 K 是第二位哦哈。好有哦，请龟啊，对，举的台阮这个弄不来通的啦，你咧。哎呦，我对。高好有啊，来，加米亚杨明啊，好，两题哦。 K。 K，再来，细康唔报，大康叫靠。哎呦，我们是叫钓鱼啊啦。牛。到这边。啊，拿起出锅。哎呀，高高你会高啊？哎呦，哪里？哪里？哦啊，厉害，哪里白遐？牛。到这边。啊，你冲过头个会使机会啊！哎牛。无接到，快点打。无接到。再来，拍摄，啊，万姐，台来哦，第一位哦。我是几题啊啦？哎呦，我对，最后一位 K。好啊， pass，嘿，这大声哇，pass，无啊，人数拢无啊。 bonus 叫你钓鱼啊！这句安怎念？大声个念出来。细康唔报，大康叫靠。就是你拄到一件代志，伊出现一寡小寡问题啊，啊伊只出现小寡问题的时阵，你无去甲伊解决，等到等甲代志大条的时阵，一切拢袂赴啊。安尼了解无？大康无法度报。对。哦。再来，呆落，哇，随 pass 呢？哦，武栋，你随 pass 哦，你平常时这算你的弱点对不对？呆落这个拼音是吼。啊，你即摆咧看，敢知影安怎念啊？龟掌，嘿，龟掌，大声念出来。龟掌， K 是哥嘛，龟掌 ，TS 字哦，掌，哦，龟掌，搁做一念一解。龟掌。好，我接抓。哎呀，嘛袂歹啦，bonus 有对，通啊摕2块大片来。来，你去睇。摕着大片大声念出来，台湾的农产品。这个西盖个好，再来，金蔗，好来，金蔗好一打起的哦，哈。来加。好，第一关摕到2块大片，后一关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什么？龙虎笋？咱身躯边定定看到的生活用品，经过上挑的我小动一粒骹手，随便做好耍挑战。探险队，恁千万唔通看轻这的物啊！若是唔捌半项，可能就摕无保障哦。嘿嘿，准备接招！什么拢好耍？生虾米，要安怎耍呢？就是爱甲桌顶这个杯子啊拍起来，用手甲接的，袂使用伸的哦。接到了后，你爱念出这个字，互大家看。刷来，你就爱来到这，甲打起哩。啊，安怎摕到大片呢？2块1块大片，4块若拢钓到2块大片，有了解无？了解。哦，到底通啊摕到几块大片嘞？现在噶。开始。哎呀，好，豆豆来，无我们就知道哈。来无？进来继续。目睭看，太帅，好灯哦。看甲真足的，哎，嘛无，爱看啊看准，看哎有啊，来，什么字互大家看我者？大家看，安怎念？灯来，灯你当大的。咱打起了，看头前讲哦。应该是电。哦，看头前。来，电影，对，你啊，顶头爱到什么字？什么灯？香电，香灯。好，对，好来，后一位，后一位大。家所在哦哈。来开始开始哦哈。好有哎呦，你这里你莫拍到啊，手会疼注意安的。全哦哈。来好看一下，快他。 K 好来，好，打起的哦。 K 到什么是倒位嘞？K 面， ？K 面，来看头前讲什么词？ K
客厅，客厅啊，什么客？人客，人客对。哎感谢这位人客啦。多谢这位人客两题啊，两题啊。好，袂歹哦。这个有啊，这边来。哎，客讲过啊，客讲过啊无？差头前诶，哦，这个厉害，机会厉害呢，足够接的啦。哦，厉害。客歹势讲过啊，讲过。哎呦，有，来，看什么字？我来看一个。点，什么点？点旗，看头前。店面，啊，什么点？洗衫店，洗衫店，哇！所来上解困难的就是上尾一位，伊爱找到上尾迄字，什么旗？无遐简单。什么旗啊？什么旗啊？你这就挂。无去过遐。嘿，头一个，继续头一个。来，把时间咯吼。好，够有时间的哦。无，有动加油！来，甲有动加油者！有动啊无？袂当共款的哦。嘿，无讲过啊。啊，什么字？日来，看头前。安怎念？日期，好，啊，什么日？什么日？西九日，赛叫你对，对啦。过关，够有老兵。香啊，够有老兵。什么日？礼拜日，哦有，所以够有无？今仔日，啊，今仔日，啊客咧，人客，够有无？女客， OK， OK，袂当对哎，对。定做 OK。有啦。好啊，不错。咱两个都 OK 啦。4分2块大片了，车体。摕着大片，赶快大声念出来，台湾的农产品。还有啊，来，香油，好来大吉大吉利。利哦吼。拢会使打无紧。来了，来，上尾关准备接招，迎来噶。选你无唔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影片内底会出题目，恁就要来判断，看倒一个答案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一摆，就会失去2位队员。探险队，我就要来看卖，恁有偌够选。我知影，恁是对台中来是无？敢是？对，伊台中有一个真特别的料理，叫做麻芛。今仔日也甲姐啊，就是要带恁去熟悉这个食物。咱连咪做伙来看卖，啊，安怎来摕到大片呢？一题就一块大片，两题啦拢对就2块大片。来，咱做伙来看卖一个，引来噶。大家好，我是探险亲像行走卡，非常勇敢的王一家。今仔日真正有够热的，有老师甲我讲，有一个会当清凉退火的好物件。不过老师到底伫倒位呢？老师，来了，我在老师你总算来啊！来遮。老师，你讲有一个会当退火的好物件是啥物啊？哦，就是咱后壁这片麻芛，麻芛是会当做啥物？大长了，咱就是甲伊的骨仔的皮剥起来做丝啊，叶啊就是软的啊，来煮来食。哦，安尼这麻芛敢会当切食？哎呀，来，我搬互你食看卖啊，看伊是什么气味。淡薄回甘的感觉呢。哎，对。安尼这麻芛要安怎挂？伊这麻芛呢，爱有点仔悬，才会使挂。吼，啊挂的时阵呢，下骹爱捞3个圆起来，伊就会搁再发。来，我试看卖哦。你要甲掰开，啊，算3个圆哦。算个3圆起来吼。 来食。挂灯。啊！哦，足侪人拢伫遮咧拣麻芛的叶啊呢。对。安尼我即摆嘛来斗相共啊。好，甲我教一下。我教你安怎拣。好。啊，这叶啊摕起来的时阵，对凹起来吼。啊，伊这面顶这个骨力就足粗的，啊，你就甲对这个两个对凹这个位用指甲你就动落去。用指甲哦。哎，动落去，啊，之后就两个手。对。啊，你就对这个共款，甲伊黏落，甲扭起来。好。这就是拄则拣完的叶啊，足侪呢。
哎，老师，敢会当来煮汤啊？啊袂哦，爱个暖暖的，才会使煮。无暖的时阵吼，伊煮起来会苦苦，啊而且暖过了，你食还佫较骨溜，佫较好食。原来遐尔啊高工，不过即摆会当伫冷气房安尼哪吹冷气哪经就好啊，已经足幸福的。拄则伫外口遐尔啊热，佫挂满雨，差一点仔就要掉沙。讲到掉沙，我就想到一个甲掉沙有关的特性，想要问小朋友哦。请问你敢知影是人点室内就袂掉沙，还是体温超过40度佮无流汗就是掉沙的镜头呢？倒一个镜头才是掉沙的镜头。敢有人掉沙过？有无？哇，啊，你当阵掉沙的状况是啥？头就型的，头足晕的哦。啊，敢有流汗？你会记你有流汗无？有流一直汗。流汗。哦。哦，啊，其他的同学咧？在室内里。伊讲刚刚伫咧室内较无去掉沙，无咱即摆来投票的，恁感觉人伫咧室内掉袂掉沙？请举手。好，另外一个答案是，你感觉体温超过40度无流汗是掉沙的镜头，请举手。手先冰放落。盘，啊，甲头先讨论拢无共咧。系啊，所以恁的答案是体温超过40度无流汗，就是掉沙的镜头。敢安呢？所以恁的答案是体温超过40度无流汗，就是掉沙的镜头。敢安呢？哎呦！对啊啦！你伫咧室内无一定就袂着沙，因为你若是长期伫咧温度较悬啊无通风的所在，而且你无补充水分啊甲盐分，你就可能真正会着沙。掉沙，就是亲像体温超过40度，一个都没。汗拢流袂出来。这个时阵你就要紧惨嘛去。病院，去病对，叫救护车。所以要注意，知无？对啊。好，恭喜啦，第一题互恁摕到啊！来，咱来看卖后一题，现来噶。咱即摆过来就是要来暖满意，暖满意的家私就是一个袋啊，然后咱就把这个满意，敢咧洗衫共款对，。甲放入去内底，用咱的洗衫棒暖，啊就爱互伊安尼顺顺啊暖，甲伊内底的苦水暖出来，安就好啊。哎，你要试看卖吗？好，来试看好，卖。来，哎呦，出汁啊呢！嘿，啊就是要甲伊的苦水吼暖出来洗出来，嘿，哇，你遐足巨流的呢，嘿你看，黏黏的呢。古早时代的人吼，伊无啥物润湿头毛的物件，所以拢会摕来抹头毛啊，然后抹伫皮肤顶头，安尼保养。啊，要安怎看是胶纹啊？嘿，安尼已经胶纹啦吼已经胶，纹嘿，拢变足深的色，对有无？青叶啊，就是安尼比起来，就会知差影足多呢，伊是已经暖好啊，咱就来煮啊，嘿。足期待的。嘿满意汤总都是煮好啊，老师会当食袂？会啊，会当食，你食看卖咧。而且这个有加韩番薯哦薯，哇嘿，啊，咱搁有加这个乌拉鱼，会足顺的呢。嘿，而且我叫是会口口，结果完全无口味呢。啊，这是啥物啊？哦，这是满意果冻，这果冻嘛是用满意来做的，对，嘿，不过这色水哪会无共款啊？咱这煮起来就青青，对，这叫做很慢的，吼，啊，咱的满意果冻的原料就是咱甲这个满意用去头拍，拍打了，再搁凝做粉，哦，这所以用伊的粉色度是会这色。哦，我来评看诶，卖。你家己食看卖，伊有柠檬的感觉呢。哦，因阮是有加到阮的柠檬酱。真正足好食，而且这两个食了，完全就清凉退火啊！对对，热天烧热搞火气，会引起喙焦佮闭结的镜头。请问小朋友，你敢知影食倒一项果子会较退火呢？是香果还是酸呀呢？食什么会退火？的果子是香果还是酸呀？胖龟，胖龟，香龟，是安怎是香龟？你为什么感觉是嘿，
较早阿嬷有讲过，阿嬷有讲过，因为伊靠有钓沙的经验，所以阿嬷会来讲。对，拄则有讲着刷，健康。好，所以恁的答案是行过。行过，敢安呢？啊，厉害啦！我一定是搞那边的。较认真啦。对啦较避较暑啦。避暑，其实哦，真正果子有足侪种，像酸呀、啥呀？榴还有莲，榴莲、奶鸡，奶汁、灵应，拢是这拢是较高火气。拢会流鼻血啊，。若是较凉吼，你较退火就亲像鸡仔类的，西瓜，芳鸡、丝鸡，安尼拢了解吼。了解。好啦，两题拢对，摕到2块大片，请摕。来，再睇。机会。大声念出来，台湾的农产品。这徛好，再来一个。灵感，好，来打起你。直接打起的哦。西卡嘛是，较涩啦。零个较退大家会。厉害哦。到底6块大片的因敢摕到宝藏呢？现在看。桃湖国小探险队要来摕宝藏咯。摕到6块大片哦，敢有信心呢？有吼。啊，请问一下，恁敢有想要耍位？唔免的吼。免哦，有动手甲花咧，啊较大力的哦。爱超过人格才有准绳哦。较大力的。到底敢摕到宝藏呢？请背。哇多，交多贵，拄好过一空万奖。哦，有动你就好赞的呢，再甲拄啊好呢，迄个人头多过人格。感动。新的。哇，新的颁奖。这是什么啊？这吼就是伊有做侪角仔，你爱用这角仔吼来摆伊的这个造型。哦，哎，敢若真有意思咧。爱靠头脑，爱激头脑的。这激头脑的哦，而且伊的算法通啊有哇16万几种， 16万种真好啦！有懂有背着规个人心情拢轻松起来吼，敢若笑就好啊。好啦，你今日参与落来心情啥款？你甲我分享一下。就欢喜的，就欢喜。啊，这份你咧？就紧张的，足紧张的哦，我有感觉。啊，依菲你咧？我嘛是就欢喜的。足欢喜的。啊，是毋是紧张较济？好啦好啦，啊你的心情啥款？就趣味的，这趣味的哦，啊有机会再搁要来无？过来。好啊。好啦，继续讲台语，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大家爱台语。